为嘛该你最好吃？都好吃。他回答要小心一点，因为哥哥拿着刀。对，你看他贴。其实聊口水哦，紧硬走在走不念，女朋友吃啊。下次你跟他许，我把天上的云摘下来，紧硬走不你可能没办法。啊，太多了吗？我觉得他打发比你还看后，就比你还看演的。怎么办呢？因为周以前呢？你要不要下节目一下？你要不要下节目一下？我先讲哦，你们盘子要拿好，因为我们的饭会跳。跳不会团所以顶车一定会挑。因为咸奶沙。现在那啥都好啦，那就选明珠姐。他们都咪咪笑那个啦，咪咪笑，你没有咪咪笑，是丽吗？是丽吗？丽妹妹，是丽有粉，丽今日冇來啦，買杯來，買杯來。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填充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楊曙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，哎，中發票。今天當我一來到我非常愛的地方，打臉嘅牛梨。牛梨哦，你係我爸爸哦，東上係退休的規劃天堂。哦，真勁啊！牛梨要到邊呢？有當當係好朋友都要到邊。牛梨嘅西瓜又好食，牛梨嘅麵又好食，牛梨嘅要到邊，鹽嘅師傅呢好。哎呦，真的人跟人之間感情哦，因為喜歡感受哦，來到玉里就對了。馬上就來分享到今日嘅你嘅評審欣賞，來分享到嘅前牛幫起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麗，大家好。阿鳳麗你好。韓劇好，感覺好，在地彩婷嘅代表楊明文莊師傅。大家好，莊師傅。阿文哥你好。好，隨來分享到呢，我們今日係兩兄弟向下來參加比賽，分享到嘅係晴雨老偉陽分享。哇，這個是客家話是給氣肉，是這樣講嗎？小鮮肉嗎？小鮮肉。好啦，看一下，咱最近我哋分享到係母女檔哦，烹合梅浪水哩。大家好。哇，我們是小辣妹。好，分享兩位哦，分享欣賞。喂，兩兄弟係馬上來報名誒。弟弟。哥哥是做餐飲的嗎？哎，其實阿哥吼，讓我哋師傅吼，有一聲音係有關係哦。誰？是誰？甚至。他跟盛智有一腿。哦，跟盛智是好朋友嗎？不說你本身咩都要到畢業做料理誒。嘿。是師傅這樣子。他行。剛開始學做料理，是在玉里這邊嗎？太好，在太好。哦，在大學這邊。宜蘭。那現在畢業了嗎？大四這樣。太好7年生，誰是哥哥，誰是弟弟？哥哥啊，弟弟是在學什麼嘞？我係醫學那個醫療醫學。啊，你是學醫療方面還是醫學？檢驗師。檢驗師，哎呀，好了，給他假發我已經測出程度了，今天就稍微放我們一點點。就是甚至好朋友的感覺。加油！啊，人家牛梨啊，到邊有嘛好搞好料的呢？有好食嘅秘式。什麼？馬看。牛里面。牛里面。哦，要怎麼選？因為路上很多家玉里面呢。牛里面菜法咧係清油名嘅，然後佢嘅特色就係清 Q， 為了愛做出亞種嘅口感，就是啲菜麵條通熟了後，仲唔得加水。哦，愛弄總量，愛用水撈清少嘅麵剝開來，而係冇耐嘅功夫，反正做唔出傳統嘅牛里面。哦，你阿團介紹講到當好誒，你有冇睇做牛里面的嗎？唔係。咁你用乜按料嘅？有先做廣播耶，你這句講得非常清楚。謝。牛里面一定要來食咧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嚟我問一下阿姐啦，彩婷啊，住很久大凍久咧吼，從細就帶玉里哈，對不對？那讓大家講一下，假使從嚟呢個外地人來到玉里吼，因為好高嘅素材做咧，讓大家講一下。哦，對，赤科山啊，美金金山啊，那個南安瀑布啊。對，南安瀑布。南安瀑布。還有嘛個？還有哦，還有很多好料的素材啊，但是吼，你沒有辦法全部介紹出來啦。其實動作好搞好料，咁但係講就玉里面，還有喺玉里嘅車站，點樣嘅小改東西，咪咁簡單。冇唔錯，馬上嚟就嚟看一下鐵嘅食材係乜嘅。好，阿姐剛才就講到嘅赤科山哦，來到赤科山就聽我看到未有食到嘅東西，打開呢本睇家看。哇，勁氣！西走
会竞争呢，而且呢，来到也就像阿太子讲的，4颗山上竞争3档高呀，满山满海，真嘅係十分的強，還講看那個戲有看得到呀嘅花蓮呀嘅山上嘅體型，真勁動將。馬上呢，先來分享到呀，在體中競爭嘅牛年，分享到嘅係黃秀娥、黃太子。秀娥姐，來，哇！大姐，你好。大家講一下你嘅競爭。哎，了解自己香港兩位師傅兩處參加嘅香港大家朋友大家好，你好。好，今日咧就個競爭嗬，其實呢競爭嗬有90%出產嗬對花蓮推動，按花蓮人都佔80%嗬，所以肉類嘅出口商、香港婦女嘅肉食產嗬都佔80%嗬，所以講按呢競貴嗬，當工咧用競爭來做按呢秘訣。可是啊，有個競爭嗬，當初係咪一開發就漲的？我哋競爭嗬，那開發嗬，就出到本意都肯講嘅基本型嗬。從呢下很多呢都係營業化就係要營業後，佢都係剛來個開發咧嗬。所以按照營業化，那市場嗬很多細類搶勢咧嗬，搶好，該就係量業化。所以一般來講，安尼嗬。做走嘅攏係營業化，係。哦，原來係咁呢。馬上先來看一下，帶來乜嘅好料俾大家食。好。哎呦，剝皮辣椒哎，把我的愛耶。花蓮嘅特產類講出來了。對。好，來。其實我很坦講吼，因為金針髮吼，它是一個精緻作物啦，所以總係用人工採收係嗎？一類吼用手去摘，所以你就先打咗就係摘金針髮吼，摘好讓落去配一啲味道配酒吼，因為花蓮嘅吼特產就係剝皮辣椒撈金針，所以我撈2行啦，佢撈從下吼，一下送就送2行產品，本大家做定錄大所有。謝謝。我就說玉里人最好相處了。哦，凍好些了。好吃嗎？怎麼好吃？它用那個辣帶出那個金針花的甜。它這個剝皮辣椒辣甜哎呦。哎呀，我們姐姐覺得嘞？蠻搭的。我覺得因為金針本身它就是沒有味道嘛，然後再搭上剝皮辣椒的話，就是有醬汁加它的辣度，吃起來蠻脆口的，蠻好吃的。對。其實兩種全凍切。而且競爭係因為較人大，故所放一辣椒嘅話，佢就做較少嫩，對不對？係，就嘛係因為原理係。好，今日來到安祥嘅牛梨誒，一聽我就會拿一道味誒，清針對嘅競爭來做料理嘅變化，馬上就來進行挑戰咯。不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，用最低限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馬上就要來挑戰咧，來到花蓮呢，一定要用一個競爭來做變化，來睇下風吹帶來料理係乜嘅？競爭亞菇火飯。飯哦，做細串的是鳳蟹的哦。好，看看一下吼，咱是今日做嘅料理吼，白辣必煲哦。今日做嘅料理係金針炒五色。炒五色，到底係哪五色？等下落你講。好，睇下，大家有信心冇？有啊，有哦，我加油哦！好，比賽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搶快事！趕快洗。好，馬上來看一下我這邊咯。水汽妞，水汽妞。加油加油！平常有做料理嗎？哥哥是一定有的。哥哥有。弟弟的嘞？他們怎麼可以長那麼可愛？對啊。偉陽，我站在你旁邊自慚形穢。你先不要在這裡好了。我站在這裡可以嗎？也輸，也還是輸。家世雄厚哦。哎呀。家世雄厚哈。對啊。哥哥，你是學西餐的還是中餐的？中西都會。哦。對。哥哥煮菜好吃嗎？好吃。好吃。哥哥都不敢會煮菜本身嗎？唔會。真的，你煮嘅嘛？你最好吃，都好吃。他回答要小心一點，因為哥哥拿着刀。對，你看他貼，好厲害耶！2個師傅。你還有經驗專業沒有？這個是未來的廚神吧？哦，你有算通過嘛？對。酸甜米兒湯係唔是吧？個薑啦哈，薑薑嗎？哈。嘿。哦。我老油嘛？我油嗎？
你怎么没生铜锅？没炖饭几条炖呢？嘿，烫过的话，它会比较快熟。对，它会较讲省。可是炖饭不是要炖比较久吗？人家是新世代餐饮科的哦，跟你那20年前可能冇平咯。拍摄。冇啦，记就记人年纪啦。记熊班来。等一下，现在晴雨哥哥，不记住，那你的工作分配今天是负责说菜。先攻系吗？那你帮我们介绍一下。今日準備嘅要早嘅競爭，但是 Annie 要先浸過水，要浸過水啊，因為時間嘅關係，然後杏鮑菇、咖喱角、麥、湯麥、飯、辣椒椰飯，意式香料。我前家下咖啡比你還較好，又比你還較嚴的，怎麼辦呢？又會做醫生呢？你要不要下節目一下？你要不要下節目一下？好啦，看一下。好，等下張都進來哦。好。來看一下，到底嘅5色係哪5色？TJ 色係乜嘅？青椒、紅椒、青椒。兩色咧。我豬肉。3色。木米。4色。哎呦，咩啦？你係強用嘅啦，你強多，嘅啦，見唔見啦？啊，你係強用嘅啦。好 ，OK。哦，5色。今年用嘅紅河啊，同媽媽攞啊。係啊。喺你自家嗰啲報名係冇？嘿，錯。媽媽是處於不知情的狀態嗎？這媽媽很年輕哎。對啊，其實。媽媽懂後生哎。來跟她看資料嘅，其實那種抓胎我看的資料小說寫說母女，可是明明看起來很衝誒，應該是姐妹吧？沒有啦，因為我早婚啦。哦。媽媽頭擺喺做乜嘅呢？細都港中多胎。哇，家娘煮嘅飯一聽懂後生，會冇飯嗎？媽要做甜，媽要做種水果。哦，很厲害哦。大概細妹年就係最耐做東山的東山嘛。他就媽媽吼，因為可能係玉呢兩片吼，講自然啦，講材料係日版啦，媽媽兩種都會講吼。係。但是水靈這是會講自然。材料冇嘛會講。我本身係材料啦，加本是人因啦。哦。你喺鼻水因為聽錯咗。你有買 U 嚟嗎？你係最 safe。好。你係最 safe 哦。最 safe。水太係240。幾隻多是多啲，幾隻多。多下兒。兩塊多油吧。咁樣做得咧。今年用會上到該禁菌外撈5色香下草啊。因為現在的人都比較挑食。對。然後比較養生啦，青椒也養生啦。對。那個木耳呢是比較通血管啊。金針呢，它有鐵質啊，補血的啊。係啊。媽媽，你挑白咩係種東西吧？因為營養師吧。啲龍沙後生已經做嘅好食嗎？好食。有在外面賣的嗎？我會買㗎，好食咯。天狗。有田公係啊。喂，田公。龍捲風嚟啦！龍捲風來嚟，一間哦。電視看啊，你嘛加咁樣學到啦。你肉係乜嘅肉啊？你係梅花肉。其實吼，周亞嘅金針料理，我最關心的就是說，因為老家嘅人帶出體，要不然像我的話，我就會害怕。所以聽到金針的話，佢會用當人啊。所以我覺得應該老嘅嘛嘅食材來搭配，很厲害，對不對？像姜麻，麻油啊，麻油啊，又就辣椒味啊。先幫你炒隻下，等下長過來看你哦。好。弟弟，你是左撇子哦。嘿啊！你要做素的干貝哈，係嗎？是不是？對。素食干貝，你很厲害啊！從興趣夠強龍，你們都是做素的是嗎？做菜的係嗎？你是吃素的嗎？不是，就是專門學素食的料理這樣。現在素的好像比較流行。做素的師傅我覺得都很厲害。怎麼說？因為他功比較多。我以為是長相比較好看。來。你要先別向。你們的顏色好像不太一樣哎。有經過嗎？有先打過。那感覺晴雨很厲害。而且他喜歡做這件事情。
你是小时候就有兴趣吗？高中。谁是你在厨师界当中最向往的目标的这个老师？爸爸。爸爸，我们家都是做餐饮的。我爱吃生意就耳濡目染的哈。对，然后想说就用，因为自己不太会煮食，所以想说学一个一技之长这样。可是也可以接爸爸副业。可是我跟你说，会煮出来煮料后，比特殊还较强哎。真的。啊，你爱买改东西？香料。意式香料。所以你爱买改？橄榄油，对，最后人用系吗？对，你厉害呢吼，有概念哦。我觉得你懂厉害耶，考不倒他们。你可能要稍微加油了，2位。还好，他还有1年毕业了，师傅。而且你看起来速快就低啊。好，等下再多种了，好。哎呦，看伊都系差唔多咧，是差个金针毛表下去，金针花芒表，金针花水尾表啊，嘿，看不快睇啦，平阳班有水尾表，啊，佢看不快睇啦，紧炒叫不快睇啦，所以你要下表落去，系要表落去，有调味吗？啲咧，芒吼，唔记得咯，落一啲，汤还有乜介？汤外啊，汤外，落一啲，看到乜介？要不要香油？你是在问谁？最后最后，因为妈妈煮的料理跟我煮的料理不一样，以她为主。那你先放那个下来。好，因为挑战有介绍吼，人家金针花卫生单位做同样，都不能熏2氧化铝。对，它的颜色是要真的颜色。那有熏2氧化铝，我拿得黄黄香香，拿得足够香香，比如较耐煮，较有口感，脆脆。所以你俩迄8张标，迄8张标人家煮这种就会该做来看不看下。等下搅子好咧吼，差不多了哈。好，等下最末有起款哦。好，起看妈妈倒数哦，倒数了。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出来吃可能呀，体育馆地图，来我看米西考好吃嘞。好，两组呢编发出来料理有完全无同样的表现，马上出来吃可能呀，到位的不一样的新式料理，上海是仔车哟。好，金针松菇煲饭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那个咸爆菇是玉龙家庭啊。没有你的就4府流沙雪猴啊，我有一个啊，我有一个啊，因为我最近吃素。那这流沙动口心呢？我们的这个黑宝菇素的干贝真的切都懂姜哎。那是咖喱酱吗？对，咖喱酱，对啊。好绵密哦。赢了，可以准备得奖感言了。个是下一个时间要追文养起来呢。跟做咖喱一样有懂姜料哎。难怪该行弟弟就是有灌佛要关火嘛，然后让它继续这样子收，继续收，一直收。而且我知道我们金针是不一样的调味，不说吃东西它真的是很画龙点睛，真的。基隆沙红上英做的好吃吗？好吃。有像外面卖的吗？我买好吃咯。哎呦，但是炖饭太好高的评价哦。唔怕，等一下哈，可能冷水没一盒哈，没一粒盒哦。我们试试看好不好？冷水耶。来吃。好，给你试看。哎呦，又脆又甜咩？又脆又甜，很原味。肉很嫩，好深。好，我们问一下秦宇吃豆牛板蓝队组的口感各方面。它的那个猪肉啊，就是油脂有把它煎出来，还蛮香的。就是跟金针啊，跟各种蔬果搭配的话，很。那你觉得呢，伟阳？清脆。懂脆啊，有保留那个金针花的口感。好啦，去两处去做到冻吼，一个是妈妈的美食，一个是创新的美食。竞争的时间又到喽，马上呢就先来抢起司部抢本分数。好 ，yes， 好，要再看一下妈妈的眼神吗？不是哦，我来看一下，我们杨师傅不给分数。
因为安用，你们两个该不会也是小鲜肉？好啦，七师傅怎么解咧？因为片两片的上歹是讲两片的金针哇，因为基本的主体是金针，两边的金针梅头还有出来，是拼安用甜，两片没做冻好啦，然后放落微波，可能没冻酱冻好食安用。阿钟师傅你的想法係乜解？两片，都肉来讲，我在意讲是无去抓烟，我当我卡。肉？那都有肉，冇抓烟肉冇？没有，没有，直接直接切的。所以较刚刚当着的大众的肉啊，两片开始都拿在吹头那加湿，就让我耳目一新了，因为那个杏鲍菇，真的，那个刻花，那个奇花刀，对。好，第管地度呢，風吹稍顯略勝一籌。唔過呢，夏天下來是休閒下，金針花，也個其實負責編出物嘅料理本體教來學心呢，馬上就來看下咯。祝福速撸菜。好，大家當其他其實傅帶來嘅個料理，今日有乜個上癮嘅菜名係乜個咧？蒸蒸日上。蒸係哪個蒸？金針啦。還有乜個？銀針啊，金針菇啊，那家珍呢？家珍啊，等下在家裡。先介紹。家珍是他太太啦。也係條乾，條乾，還有咧銀芽。銀芽啦。還係冬粉。日上的部分。日上，我等下是幫你水妹讓幫你看，那個它又軟了。好，這道菜又要很麻煩一件事，就是剛開始的時候，先。打輪，對，這一步很麻煩哦，大家看清楚。這步真的很麻煩。亂搶撈亂忙會分開的。就按樣打哈。紅妹阿姨要看清楚哦。倆是幫你看哈，打哦，我講聽時聽哦哈。咩按樣打，按樣打，打發啦，蛋白要打發。好，按樣。他連打蛋都不會。其實不是，是因為我不會拿筷子，所以我不會這樣拿。哦，那好。我打發它哈。打發它。你打發我，是因為我有時間的關係，我有先打好，打成像安樣音。那我們看張博謙需要花多久時間打成那樣子？幾時開始啦？其實你簡單的，因為有豆苗我們去看過，這個是4004歐姆蛋誒。你要打它打成那樣哦，你不要再閒話家常。你格格打哦，有時間呢。快點打。這應該不是格格的問題。哎呀，那格格的問題呢？張博謙，還講你冇打出來，你就不用主持了。好，阿基啲個打我攞介紹出來。好。一下先 U 到去 ，U 係做乜嘅？係邊乜嘅條副幹線？啊，可以邊主持誒，不錯。都厲害呢哈，那 U 邊到街擦安用嘅。我現在還有一段距離，這樣子哦，哈，還有一段距離。我哋你那比較像黑人距離。要先按摩一下。手本算呢？喂哈，你應該辛苦咧哈。辛苦。你剛不是用機器嗎？你不是用機器嗎？用手啊。好。幫佢標一下吼，我就先來看埋個按度蒸蒸日上吼。哇，你啱乜計啊？打好嘅哦。打好嘅哦，哇。打好嘅，從了是按度乜計？今天你看改片係乜計？雲。嘿，雲哈，白雲嘛哈。不是那搞笑藝人哦。沒有哈，咁樣，好咯。這是有脆狗嘅嗎？蒸蒸日上嘛。這是有脆狗嘅哦。哦，脆狗，脆差唔多3分鐘。我就先看，今天有烏雲嗎？一點點的嘛，一點點，還是一點點嘛。你是看天氣做菜？看天氣做菜，因為今天如何又該一點點的烏雲啦，哈。好，邊做菜哈。幫你挑動態呢。有彩虹哎。整個。有彩虹。怎麼辦？怎麼辦？你要水生寶。然後水生寶。有天宮。有天宮嘿啊。哦。天宮。哎，龍卷風來了。龍卷風來了，你該哈哦。凍粉啊，這個陷阱水啊哈。好，兩先幫佢煨一下哈，然後等下做烏雲哈。哇，那是髒掉了吧？髒掉的，應該不用湯。哦，一定要放糖才能有這個焦化，對不對？哇，炙燒嗎？好，應該是好。有一點 PM2.5。好，按先攪攪哈，一啲係金針菇下來，也係甜醬油。做乜嘅字甜會甜嘅？啱好是甜。哦。好，銀芽落來，好，長安煙好，好，有乜計？kimchi。哦，kimchi。蒸蒸。夾夾。好，按時差唔多咯哈。
所以你要吐出来嘅挑味是要加头油哦。哦，cái冻瓮係香嘅，cái酸條係甜嘅嗎？係。這個是因為有脆過，咱們要用短用係嗎？嘛，脆過，就是旁邊的咧，對啊。嘿，好，安源示範性咯，蒸蒸日上。安陽最好食咯。要選奶沙，现在奶茶不好啦，那就選明珠姐。我都咪咪笑那个啦，咪咪笑，你沒有咪咪笑，我可以牽下你嗎？我以為要告白。好，廖志文都蒸蒸日上吼，英国黑徐師傅 TPV 嘉珍姐做的料理，真的好漂亮哦。嘿哦。好，先来出題目，看看哪組做的是哪種。好，金進發要話用班於要按到一日的美人呢 ？A， 而家播種的時間需要1天的時間哈。B， 快發的時間只有1天，所以 A B 呢？中間等的啦。好，先猜拳。媽媽攞嘢係冇攞。啊，徐英姐來，做兩片。然後在這裡。好，好來。偉陽加油，姐姐加油。剪刀石頭布。哇，你有夠力。沒關係，哥哥會做給我們吃。好，看一下題目。係 A， 因為佢播種嘅時間是要1日，也係個快發嘅時間是1日。B， 這大家都知道，是不是？是。確定嗎？確定啊！才聽音嘅，超時看到睇嘅，哦，是不是？哎，錯。那就成為選 B 啊，那就好。B。好。安英龍沙執着在選 A 我們新屬 B， 偏偏要我們選 A。委屈了。好，到底答案係 A 又係 B 呢？答案係 B。怎麼可能？啊，有冇可能啲啊？該金進發嘅話，具有該朝開暮謝的一日之花的特性。召開啦，所以啊，要按到一日美人，所以答案係 B 哦。真頭盔，日頭落山就會車頭的，都算到日發。好啊，阿姨啊，你就輕啲嘅，因為你要講中美嗬，係啊，鬼雷送俾你。祝福藍隊蒸蒸日上，好嗎？該下摸得都付出。沒關係，我們這邊得2分了。哇，那個雲吃起來不知道什麼口感。哇，剩那麼多怎麼辦？好，啊，水玲姐該下想講，風一起哈，白雲。真的嗎？啊，白雲好。白雲走在前哈。好。哇，晴雨跟偉航的眼神一直在看呢。好吃哎，你試試看。懂貼貼嘞，有口感呢，QQ 哎，哦，好吃哎哦。其實啦，我講過，嗰凍瓮嘅東西哦，因為要用到嗰金菌啊，即係用到差唔多係斜斜嘅東西攞嚟做主體啊。不過去到嗰豆腐乾係嫩嫩啊、軟軟嘅東西，它就凍粉 QQ 嘅，所以配起來口感嘅層次凍澎湃嗰種。冇錯，而且呢，甜當嘅拍圓，睇下都唔食食過。唔過呢，你下山做的食到那個起師傅做嘅圓，太幸福了。原來圓是這種味道。其實你要吐出來吼，緊緊走在走半夜，女朋友吃啊。下次你跟他學，我把天上的雲摘下來。他想說你講什麼騙人的話，緊緊走半夜。你可能沒辦法。啊，太多了嗎？因為你剛才打的時候根本打不出雲，打得出一灘黑有藍水一樣。我總在打吧，我總在打天吧，不能欺負。所以要很注意下。好啦。好，兩個蒸蒸日上呢，可以來愛食一啲料理嘅用心到底都要有耐心，當做得出來。大家都不卡咗嚟吃做看下咯。唔過呢，來到紐地就買下嘅金針西就會轉去做變化吼。唔過條前風水得到2分，藍水要蒸蒸日上咯。蒸蒸日上，走得嗎？走得。馬上嚟請好最過米館挑戰。料理逢6點。涼水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撒點完成種葡式實天愛做嘅料理。啲之前都唔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殺亂紛紛麼？
一家之主，你谁来上菜嘞？好，对的，料理风流等的时间，看到俺面有难色就提高。这一关真的是我们自己出来害死自己的。早知道就老上一季一样，猜拳就后悔嘛。哦，那就是我的天下了。玩这个，对不对？所以天哪！所以你唔好啦，你吼，因为你个番茄剧以后哈，我们节目还好好看，观众朋友越来越多了。你们两个知道这一关要玩什么吗？你看我去到嘛，乖乖东西不要吓到，好不好？是说乖乖吗？先看一下，彩色系马盖。乖乖。下片夏天乱炒饭。已经忘在下工啦。可是这样就很简单吧？然后立刻来猜了啦。好，马上来猜。我们一起先问线。好，因为手个呛这风色还是风色的？爱风色的。最危险的啊？风色的。红色比较漂亮啊。确定了？我帮你开哦。1、2、3。还不错哎，鸡块哦，小鸡块，盖捆卵炒盘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要选哪个？我跟你讲，不要中间的被选完之后，代表一定有个极好跟极坏。黄色好了。好，来给你开，你自己拿自己拿。黄色。1、2、3。哇！老棒哦，真的是好弟弟耶，真的懂运气好好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，而且给懂 lucky 今年这样靠到以后，又马上抽到虾仁。最傻眼的给大家看一下。好 ，OK。打开来咯。用价炒饭。大家觉得好对吧？让我们再看一下这菜名是什么。永泽乱炒饭，你帮忙，你是不是帮凶？你是不是帮凶？你是不是帮凶？不是，我也不是。好了，那里哈，那里哈，大家那里哈，自己来试菜哦哈。你也聊啦，来，掌握是用掉嘞。好，来。鸡块蛋炒饭哦，好吃吧？好吃，可以吗？应该可以的。好，好，两吹就先好吃菜嘞，马上就会进行挑战喽。好，两款料理风流店呢，要给虾仁滑蛋炒饭。哦，你们要做滑蛋？哦呀，有吗？那我们虾仁炒饭行啦，虾仁炒饭，虾仁炒饭，我们是概括炒盘，概括的哦，拿到永泽，大家有信心吗？有吗？有哈，马上就会进行挑战，倒数3、2、1，抢口子，会许哦，好久没有那么幸运了啦，应该看到会表情动过你哦。对呀，大家最近整我整的也够了。伟阳真的厉害呢，来。他们兄弟一起表现切菜。我在切菜葱条等厉害哦。哇！你们2位师傅不要流汗。我到现在还不会切啊。我是胖在流汗。你也太夸张了，真的都不会切。我都在看他怎么切的，对。你看，我看起来该去倒啊，应该唔系挨到准皮不了。一起给他带到位了，哈，晴雨。对啊。用自己的刀，厨师用自己的刀比较顺手，刚好就刚轻哦。不然晴雨这样子啊，我们来讨论一下，等下出事天数挨个拍就给我们用，应该50类啦。哎呀，还是我们可以累积下一次，因为他可以留给我，下一次带着另外一队。走对吗？哎，不是要问制作单位的。但是真的看起来给整件50很多。来这件事，还是说不是需要我们帮忙吗？换成我帮厨师。好，我们等下刚都出来喽，加油！改这个左方也差不多哦，做那个黄金卵炒。对，这个放下去炸。等一下，等下油分几天会赖够，莫是会它会吸油。哦，你确定鸡块也是这样吗？快速过，因为莫是你咩款啊？有这种鸡块我吞不下去。好了，看一下，该问题又来了吗？走对。又婆婆啊！最近蓝队都会输，会不会是因为你帮忙的关系？不会。这个压下去喽。好，拿那个筷子。好，谢谢。边面一下哈。好，你看你做片，对，龙沙就做在做。蒜条芒铁，蒜条吗？系啊。蒜条有用到吗？会吗？蒜条摸。好，那另外这就打几扎卵哦。对。两扎个。
你有厨师帮我哈。小心，我就有点出口来的蜜头哎。对的。我签。你要记得哪一个有翻哦。昨天下谁佛带我们拍？还是你是在玩那个钓鱼扑克牌游戏？昨天下谁佛带？等一下。下差嘅做一圣雕去攞拍。这一块。这个，你有冇变过呢？有啦。所以你条鸡块切过吗？还冇切过？我切了。太对。好，差不多了去了，本去让一下。蒜头有切吗？按时候嘞。蒜头切对好了。哎，不是啊，我们在这里太久了。对啊，我们在孔盖片嘞。交代一下，前几集钟师傅就告台哥吼，给他盖棉被。给他盖棉被。係呢嚿係嗎？沒有，我係呢嚿嘅。根本冇來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我哋放雞片咯。拜拜。哇！哦，你那边没有做黄金蛋炒饭呢？天哪，这个好好吃的感觉。勇敢赛，我可以牵下你吗？我以为要告白，但是我给阿黑。它太有未来性了，来吃的，对不对？连我们一起播。我先夸奖一个事情，佢加嘅卵是就卵拍嘅哦，所以卵炒饭嘅卵是就卵拍，係咁樣嘅意思嗎？就是你只有加蛋白。蛋白就是怎么讲？蛋炒饭是就加卵拍。蛋黄跟蛋白分开，但是我们厨师也是不能浪费食材，就是要把它融进去，把它拌一拌。那看你的虾筋係咪就先切過啊？对，切过它的怎么讲？比较帮助导热，对，帮助导热，比较快熟，对，而且可能也比较颗粒感吧。他真的很厉害耶，我很少这样在节目上太夸赞一个人。真的，你还会技术会进步哦。而且给他给速突拿捏的很好。整个的把握这样。好，所以来叫炒是差不多嘞嘛，哈。对，系吗？所以厨师帮我们莫雨龙哈，送我们了，好，我们在孔盖片了哈。送他们吗？好。好，我们送他们啦。哎，直接被款到哎，可以吗？不行啊。啊，准备好，我在孔盖片了。好。哎呦。蛤蟆今天那个拍了那鱼类嘞。对呀，那鱼的主厨帮我。好，我开始分去炒。要不先切好鸡块？好了，鸡块好了。我切切它。不用那么多。好，不用全部哈。全部下去没关系啊，放那么多。好，来二线勇师傅呀，黑线起师傅。因为鲜奶沙。青菜奶沙都好啦。那就选明珠姐。我都咪咪笑那个啦。咪咪笑。你没有咪咪笑。我先讲哦，你们盘子要拿好，因为我们的饭会跳。跳舞的团哦，声音会跳，是力吗？力妹，是力有粉类的，力根本冇来啦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装这个先替好，kiss，好一次。要看看大家臭不臭？该煲的係水太哦，水蛇哦，水蛇。這有出貨單的。好，因為該下定義啊。哎，昨天讓我來炒該盤哦，因為我覺得炒飯那個炒飯的過程很重要。怎樣的過程？我幫你講先。做咩醃起來啊？從食種地啊？哦。那有冇意思冇？啊？有冇意思都提過。很忙。忙挑米啊。30秒了哈。你先講你要什麼挑米，我看那個。鹽，還有胡椒粉。你看胡椒粉，調酒係嗎？那最尾張標。調酒啊，你有調酒啊？調酒係嗎？因為你要油斷薄，你不用挑油。我調糊看出來。它不會看，冇好看，那你不用挑油，會較香。你自己決定。哦。一點點醬油嘛。可能嗆一下啦，微嗆一下鍋邊。一點點。啊，倒出來啊！7、3，我們進入慢度空間。妹講該聽的60秒上半內底哦。好。能調味哦。好，謝謝。鹽巴先。有油的。應該蔥爆有表嗎？蔥爆。哦呀。黑波張吧。係啊。等下你稍微炸你就知道。唔會啦，因為該粉它係是只叫佢降溫，降溫該補下睇到，佢該啱啱咪讓佢炒比較鬆啦。沒有黑胡椒啊？有，黑胡椒，趕快拿給你，等下你生氣。我幫你開，好了。是粒嗎？粒，不是粒有粉。粉类，这是粉。你還有什麼？還有粒。好粒啊！哎，粒，根本冇來啦，慢慢來。这个先吧。這個最後啦。
下去。哦，下去。你们两个真的是母女哈。家和万事兴。强下并未做得啦，应该强下并未做得。顺便认价咧，强下并。哦，并落去。嘿，并落去嘛，吼，唔好认价咧。好，好，我们要过去。他摸干呢？对啊。等一下，我们这个走的六鱼就是轮趴摸干。我们是蛋炒饭，所以猫仔用我们可以先龙拍没做得并，做得唔会并，做得。哦，蛋炒饭这样子就不一定要放。空一点，空一点，嘿，空一点，好。哦，好。哇！试一下。我要吃。再加一点点就好。这个啊，我不知道怎么比了。这怎么比哈？真的。酱油再下一点点就好。哇！你有会来台北煮饭吗？会吗？我刚问过了 ，Give 固店啊，固店。记得跟我讲一声。好。OK。好好吃哦，伟阳你也太幸福了吧，有那么会做菜，哥哥还有爸爸，还是其实你妹懂会做？还好。直接选。他们到喽。好，来马上倒数，倒数。倒数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下最杯米馆哦，哪一部卡张系你的太重福嘞？好，第二关呢炒嫩饭，你用家用的主食全部用完，你还用下工，你导边呢还有概括耶，鸡块也是非常棒的，来吃看来那边。我先讲哦，你们盘子要拿好，因为我们的饭会跳。哦。跳舞的盘哦，真紧会跳。我看起来要粒粉面的哦。在跳嘞，来吃看哦。还有非常香哦。正经然后是，翠玲姐，你用妈妈的角度，你说如果儿子煮这盘炒饭，你会不会开心？开心啊！他就会叫这个叫黯然销魂饭。对。哇，今天弄好吃的。正经浓淡。啊，还没人工嘛个？动向好吃，动好吃，动向，真的，而且你今天遇到他们都不舍得下重手了，因为你们对他来说就像儿子兄孙那样哎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款。哦，大家是听某些国家概括做个炒盘哈，对不对？体育摆起来吗？哎呀，体育摆啊，你们不也是吗？好险我们没有要献出我们第一次吃永州炒冷饭，还好没有挑到香蕉。好险，谢谢。我讲这里啊，概括的做到哈，超乎大家想象，没算做这个成功了哈。好，来吃看哦。哦哟。那这个盘咪唔勁啊！哦，因為也有先加那個卵包，Q 哎。晴雨，你知道嘞？鸡块酥酥脆脆的，然后配上炒过的饭，就蛮搭得上，蛮香的，对，蛮香的，对啊。啊，假使你係偏型哈，你喜歡笨奶煮笨薯哦。紅隊啊，當然嘞。哎呦，你考慮一下喲。他是代表紅隊耶。我覺得概括的哈，僅僅該批哦。又對我要用素的動好選。好，緊張的時間又會到了。雖然講呢家家戶戶都會炒冷飯，不過呢各有自家的味道。馬上呢先來瞧，我們的齊師傅拿出兩個良心搶分數。啊，你好是媽媽的妹子哦。好，你下看一下，加油哦！龍師傅搶分數。啊！抢公平，抢公平。好，转做牌子了吗？好冇？没有。让我讲下，从了要应该炒饭的话，水梅按个炒好久，到柴火落去炒，给梅头还有饭粒的香气会炒出来。报告师傅没有否？没有否，该高可以高温一点，就是给它240度，它基本就是240度，你再去炒，再给它跳5下，再跳大概一下子，它的。米饭的香气会走出来，像探狗吗？我讲鸡条片做得动好了，鸡加加子大概洋葱有层次感，是差不多米香的味道摸出来去，是差不多按正差不多按样样。好，啊，做得按哪一下条片嘛？好，像条片哦，鸡加蒜头白落动好，就加蒜头加香气出来，啊油加加鸡块哦，俺们铁白许多鸡块，鸡块什么许多哟？铁白许多概括的炒饭，概括的炒饭动有创意，咱之前讲没动好吃，今天动好吃。该梅头没有炒出来，该最主要是该
饭的米香又炒出来。阿荣师傅你的想法咧？我来吼，你目前咧看啊吼，你用拍，讲牛加口油，米丝炒，我较香。不过你要讲黄金蛋炒饭，就会较糊，不过你拢唔拍，你用拍咧看，你片比较均匀。其他五色较均匀，那这片有味有拍的。我这片每次我较中意讲有条个搭在啊较香。今日嘅比赛呢，正当紧张吼，不过呢成绩已經出來嘅，馮翠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恭喜馮翠得到3000的元呢，加學金，加推金啦，加學金，獎學金，恭喜，好。因为冻好啦，因为吼，两番券的送本吼，两张妈妈用的哦，你还有多功能解冻的节能版吼，现送本啊水灵街，然后然后还有专利可微波的哦，不锈钢的片冻盒，哇，两片哦，田烘無限呢，直接出做個大隻呀嘅，對啊，變動下被去田烘誒。雖然也看因為木柱你看那個3000票，坦白講落啦，好不好？沒有，我跟你說，晴雨還有個偉陽吼，剛他休息的時候，翠玲姐那個，佢跟他講誒，亞班就給他講，就從來也窮陽，他覺得你們表現真靈動吼，你分散韓兄把他的通告費也給你。沒有，我們只有拿出1成功力啦。好，先向偉陽老太家講一下，禮拜參加心得好冇？今日真歡喜做得來上節目，佢本來學到很多東西，咩識到很多好食嘅美食，嘿，食晒同歡喜。我覺得吉公他講話有一種很認真的態度，讓我很想繼續想。對，我想聽他講話。我會從吉公方就好了，可以了，這樣子。好，晴雨老太太講一下，你這個講法你唔怕，可以講華語沒關係。那首先要先謝謝盛智學長，邀請我來這次的節目上，那這樣來認識這裡的主持人，然後各個師傅這樣。那從這場節目裡面，我學習到很多。那希望下次還有機會能繼續參加這個節目，這樣謝謝。哇！真運動很好，佢兩曬表現，特別係晴雨，佢本來就好呀嘅做傳音嘅，我覺得佢算係當有可能能擺，有機會你節目繼續做下嘢，把佢做得來做。剃頭動哦。因為他是連評審都認可的。真運動厲害，加油！問一下哈，我們今天落一點點的1成功力，行白2成就打趴他們，好不好？媽媽韓梅姐，我睇下講一下，今日你參加比賽有咩感想咩？讓你們要強下。都當歡喜啊！你倆做啲熟識很多朋友啊，後生人做嘅，邊個啲老人家做嘅較有識啊？有啦，當我做。到倆嘅節目有乜嘅活動乜嘅東西嗎？家下會做咧。至少會煮雞塊啦，係麼？係啦，會雞蛋唔雞塊蛋炒飯咧。係啊，後尾做啲煮本應下食啊，冇晒樣食過嗬。係啊。水玲姐，讓大家講一下，今日係你報名嘅啊？係錯。同媽媽傾下來，讓大家講一下，有乜感想咧？地方學到當多對，就是有認識主廚，有教一些新的料理啊，就是也。看到現在年輕人哈，也還有商人啊，就很上進，就是學習的很出色這樣子，嘿，也是值得鼓勵的。對，係啊，所以今日係抱着一種鼓勵的心態來拿這2個獎品。好啦，恭喜！好，其實呢，來到花蓮最痛的就係安利主持人也好，評審也好，因為呢，鄉親們帶來無窮嘅料理，讓你感受到花蓮嘅熱情，做出了嘅澎湃，也係你最幸福嘅事情咯。係啊，除了倆之外哦，咱就咧看到吼傳統然後創新之間嘅對戰，咧真正動好快嘅所在，所以歡迎大家進來報名哦。冇錯，歡迎大家積極來報名，一家之主等等你共下來挑戰，分享也不開好美食，一家之主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